件 lace 咧，其實佢成個 pattern 係好靚，佢有少少師傅透視，好啱一啲身形比較豐滿嘅女仔着咧，都唔需要話太擔心。其實佢成件事係好靚，你可以好有女人味咁樣襯一啲半截裙嘅，或者型型地咁樣襯呢個褲都 OK。佢可以前後兩面着，或者做一件小外套都得。咁佢全開紐扣嘅設計，咁佢個手袖位係好靚嘅，佢嗰啲花紋好 vintage 嘅感覺。咁啊，成個 total look 係咁樣。如果你想斯文嘅，亦都可以襯一啲裙咯，好似佢咁樣就會輕鬆，有少少類似holiday 去飲下午茶嘅輕鬆 feel。